早期公共屋邨逐漸老化，為咗改善居民生活環境，點樣有秩序地重建，成為城市規劃嘅重要課題。例如喺九龍東核心嘅彩虹邨，佔地8公頃，1962年入伙到而家，樓齡已經超過60年。政府早前公布重建方案，而家有11座樓，一共7400伙，計劃將會重建做9200伙。將重建分3期進行，第一期單位4年之後清拆，首批受影響大約2000戶居民可以搬去附近嘅新美東邨暫住，等第一期重建完3200伙之後，就用嚟安置第二期受影響嘅居民，如此類推，一邊逐期拆樓，一邊重建大型公共屋邨。呢個做法過往喺香港就比較少見，有測量師承認挑戰都唔細。睇到好多居民嘅聲音咧，完全唔到得同區安置啦咁樣，所以其實好大壓力嘅。房署咧都用一個新美東邨一個騰出嚟有一個比較多嘅單位，咁啊可以咧起碼第一期有2000幾戶咧可以一次過搬走先，咁你就可以拆到有幾座樓，而幾座樓可以起翻之後咧就可以俾第二期彩虹邨第二期嘅居民咧就搬入去製造呢個流轉嘅，所以可以咁講。只係第一期嘅居民咧要離開呢個屋邨，重點就係其實搬遷拆卸工程嗰陣，你又唔可以製造太大量嘅噪音。你其他仲有居民住緊啊嘛，又要顧及安全，點可以令到啲店鋪嘅經營環境啊，譬如唔會太多沙塵滾滾啊，唔會太多嘅所謂建築嘅車輛，又影響啲居民啊，影響啲人去買嘢做生意。為咗向居民提供原邨或者原區安置嘅選擇，彩虹邨成個重建過程預計需時20年，比過往同類項目長1倍。不過如果工程配合順利，估計都有機會提早完成。重點就係你起地基同埋起上蓋咧，可唔可以再壓縮？地基咧就其實傳統嘅做法都已經係快㗎啦。不過問題就話喺個過程裏邊可唔可以加多啲機器？上蓋建築咧，而家我哋推行緊好多嘅所謂嘅組裝合成嘅設計，目標希望可以加快，亦都做好個所謂嘅質量水平，亦都減低個現場施工嗰啲安全問題。如果可以掌握呢啲嘅標準化嘅建築，開始生產嗰陣咧，多謝喺廠房，即係差唔多生產咗好多啦。只要你嘅運輸過程係配合得好，咁建築週期你可以壓縮多半年，咁我覺得呢個係都有可能嘅。彩虹邨而家樓高大約20層，因為要用盡市區地積比率，重建更加多單位，日後就要起到50幾層，成為同區最高嘅建築物之一。有議員就擔心高牆會形成屏風效應，令區內居民抬頭不見天，好難再望到熟悉嘅獅子山景。好多人想喺市區裏邊有一個公營房屋住啦，咁所以唔好嘥咗呢塊地，又想加大啲面積啊，居住空間啊，咁所以咧其實我諗整體建築面積咧佢要加大，所以好正常你都要升高。喺呢個彩虹邨後邊，前灣重建啦，都係啲高樓嚟㗎。後邊嘅安老院嘅一個嘅私人重建，其實都有成50多層高嘅，係都好配合嗰個成個環境，唔會特別阻礙到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咧，就係後邊我哋嘅山脊線。我哋喺對面海望翻埋嚟咧，可能其實就算50層高，你未必覺得好明顯嘅。係啊，可能係錯落屋同屋啊，或者係其他建築物中間，你見到而家新建將來嗰個新嘅彩虹邨，未必真係做大咁大影響嘅。咁當然啦，一定冇而家咁低密度，你覺得咁開揚嘅感覺。咁但係我哋都要平衡社會嘅需要。另一個重建背後要正視嘅規劃問題，就係彩虹道附近一帶，咁多年嚟都有塞車情況。何巨業就期望透過難得嘅大規模重建，可以順勢改善區內嘅交通。有交通係好重要嘅，因為龍翔道落嚟喺上面，清水灣道落嚟，其實就經常塞車㗎啦。就算呢條天橋上去落出去九龍灣觀塘道都好塞車嘅，所以其實咧更加需要騰空一啲嘅地面空間，擴闊馬路啦，呢個必然嘅，仲要加翻一啲嘅連接路，係太子道東或者係後邊我哋嘅龍翔道，甚至乎喺清水灣道落嚟嘅交通點可以仲有另外一啲嘅途徑連接埋，唔需要塞晒喺呢個嘅我哋嘅彩虹交匯處呢個位置咧。咁我相信應該要諗㗎啦。再者要加翻好一啲路邊，譬如巴士站嘅設施啊，甚至乎呢個行人過路嘅設施啊，天橋又好，隧道又好，令到彩虹邨、平石邨，甚至乎地鐵站，仲有後邊嘅牛池灣邨，第時整體嗰個發展呢，其實就可以連接喺一齊。近年彩虹邨因為色彩繽紛嘅外觀，成為社交媒體上面嘅打卡熱點。停車場上蓋嘅籃球場都吸引到唔少遊客慕名而嚟。不過呢度嘅地標丹鳳樓已經被劃入第一期清拆範圍，
將會最先隨住重建而消失。而家背後嗰個景咧，就係一啲原有嘅座樓咧，一個大有闊嘅、有多層嘅，出現一啲好彩虹顏色，亦好有規律嘅窗戶，咁你覺得係好吸引。睇到啦，有房主都關注呢件事嘅。第時喺個設計上面點樣營造翻一個彩虹嘅色調咧？有啲設計師都做得好好嘅設計嘅。咁重點就係問題個樓宇嗰個佈局或者個樓宇本身嗰個規劃設計本身，可唔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大範圍少少嘅我哋嘅立面？可以俾人大家，我哋模擬翻或者係重拾翻一啲咁嘅背景咧，咁覺得咧又唔需要間樓係咁嘅。你有一個位，正所謂如果真係要打卡嘅，有一座樓係有咁嘅效果，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好足夠啦嚇。因為我哋始終都要明白，我哋始終係重建，係唔會同舊嘅一模一樣嘅。佢相信起新彩虹邨嘅目標，始終係增加供應同埋重整區內交通。如果能夠保留屋邨特色同埋商鋪，就有錦上添花嘅作用。